来看云门舞集哦，今年50周年咯。艺术总监郑宗良哦，甲日本的新媒体艺术家合作，甲 AI 人工智慧的科技加入舞蹈内底，做出新的突破，咱做伙来欣赏。 用 AI 的方式展现出舞者身体能量甲音乐的声音，经过 AI 技术的演算，分解身体数据资料，搁再转化变作影像。今年是云门50周年，推出新的作品《坡》，是云门艺术总监郑宗良甲日本新媒体艺术家马纳贝带斗合作的全新的作品。我觉得在这个新的时代，或许我们可以在这个作品里面向电脑学习一种新的 动态一种新的动能，那会不会它变成我们未来在创作的时候提供我们更多身体的可能性？郑宗良表示，疫情改变人的生活，每一个小小的改变都亲像蝴蝶效应，这就是坡。这个坡传送的过程真无形，但是充满力量。AI 科技这几档发展了真紧，是一个新的能量震动。经过这个坡的传递，经过光的传递，经过声音的传递， 撞击到坐在观众席前面的观众，产生出了一个共振的状态。それによってそのクリエイターの働き方だったりとか、ものを作るプロセスっていうのは少しずつ変わってきていて、でこれが後にもしかすると振り付けだったりダンスとかそういったことに何かしら影響も与えることがあ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いうふうに予想します。 马纳贝带斗表示，云门的作品有真久的传统，伊希望会当伫传统之下，搁添加新的物件，将 AI 科技放入去舞蹈内底，结合身体甲科技的互动，创作无同款的表演方式，是云门50周年新的突破。记者蔡家欣、谢桂林台北报道。